有17歲學生喺社交媒體話自己做麥當勞兼職，一年揾唔夠5萬，但要交3萬蚊稅，引起熱烈討論。我哋揾到當事人，見到要交2期稅，咁咧總共就3萬零啦。我自己再計翻，調翻轉計翻個年薪咧係成30萬多啲啦，咁都幾唔合理下咁樣。Francis 向稅局提出反對評稅，佢話佢係因為僱主報錯收入，最後反對成功。好似佢不滿評稅結果，向稅局提出反對嘅人，24至25年財政年度超過10萬宗，比往年多近2萬宗。稅局話反對評稅嘅理由包括認為稅局評定入息過高，或者冇扣到免稅額等，但稅局冇備存有幾多個案係收錯咗，同埋涉及幾多錢。唔想計錯或者交多咗稅，稅務學會同會計師都有貼士提醒大家。我哋會建議市民可以向僱主索取僱主申報表嘅副本啦，入邊僱主申報表入邊會填寫俾僱員嘅收入總額。如果呢位僱員見到僱主填報嘅時候有錯誤，我哋會建議市民盡早同僱主去釐清呢一個錯誤。咁當然佢要留意翻自己嘅即係一啲每年嘅轉變啦，譬如一啲慈善嘅扣減啦，頭先講過嘅住所貸款嗰個金額啦，會唔會有小朋友出生啦？咁啊可能會第一年有多啲嘅扣減等等諸如此類。咁呢個就會較為多嘅改變嘅狀況，否則一般嚟講都幾穩定嚇，咁啊會錯嘅機會會較為少嘅。